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大力，歡迎嚟到圖表派。今日係2026年4月20日，星期日。我哋嚟到日分析嘅環節。好，我哋去個嘅練習聲明先。OK，我哋睇睇 S&P 繼續破新高啦。睇翻日線圖，繼續大陽燭上去。咁我哋依家要睇嘅支撐位置就係前一日嘅燭身底部啦。係啦，如果跌穿先再諗會唔會反轉或者會再一個做回調，但係依家都係強勢向上睇。咁納指都一樣啦，都係用翻日線圖個底部去睇翻啦。呢支燭身繼續延續啦，預期佢會走。咁樣恒生指數就回調落嚟，係啦，一級一級上，做一個假突破喺呢度，一級一級咁上，打破趨勢線就踩上，回調上，咁咪就頂住咗前頂嘅位置。頂住前頂位置，我哋睇下佢細嘅攤分入邊會唔會出現一啲收窄啦，收窄三角形或者橫行夾佢上去，係咁樣就會靚啲，咁樣就會靚啲嘅向上睇。咁就支撐位置就都係睇翻呢一關啦，睇翻個底部啦，係啦，咁用翻呢啲嚟守住嘅啫。咁樣就上證有講過頂住前面嘅阻力位置，咁佢今日向上突破，終於向上突破咗。咁向上突破咗都係做一個整理區間，再睇佢會唔會夾上繼續行啦，係啦。咁呢個都大陽燭向上突破啦，都明顯係有力，係啦，明顯有力繼續行嘅啦。咁樣黃金就都係 keep 住喺前方嘅阻力位置做一個震盪，又未見到佢有力向上行，繼續 keep 住做一個收窄。唔知等幾時開邊啦，係啦。一係你就再繼續夾上去，企穩喺呢一度上方再向上。如果唔係都有機會，我繼續都係想向下睇到，係因為佢冇力向上，長期 keep 住頂住呢個阻力位置，一跌穿就有機會就反轉嘅。咁佢喺細啲嘅時間框架，佢跌破咗一個前面嘅底部啦，呢啲位置係啦，會唔會上翻嚟會有向下嘅動作？咁就要留意翻呢啲結構係俾人破咗啦，係最短線嘅。跟住油就 keep 住喺前底度做一個震盪啦，睇會唔會回調嘅向下，做翻一個類似通道嘅下行樣子，係啦，呢個慣性未打破，咁就都唔好睇上住。比特幣就突破完啦前頂，落翻嚟嘅時候，我哋都係守住呢一關支撐位置啦，希望佢繼續延續向上嘅睇法。咁佢通道我哋覺得未到嘅，仲有少少，咁但係都要留意佢會唔會唔到，咁就落翻嚟繼續行呢啲啦。佢可以繼續打一個大型嘅通道，係啦，留意翻佢可以繼續打一個大型嘅通道，佢繼續要震嘅。咁就比特幣係咁啦，以太幣都係一樣差唔多，咁就一關一關頂住。比特幣有啲唔同，就低點跌破咗，係啦，但今晚比特幣個大勢走會比較正確啲，因為佢呢啲可以假突破洗完腳上，咁就望翻呢一個底部會比較可靠咯，係啦。咁今日係咁多先，多謝各位。